我知村顶有两地，东江西江难讲白，结是孝子喜咧咧，日夜辛劳头咧咧。安怎？你即马是毋是大早去？你呀，甲咱出一支喙啦，看安尼也袂晓来斗相共。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坐牛大无笨，坐某是无底。什么某？啊，搁一句啦，坐尔就嘎嘎滚。谁叫你要认遐坐鱼庙？到即马头剃落啊，后悔嘛袂赴啊？谁讲我后悔？我感觉足幸福的。自细汉，阮阿娘就离开我的身躯边，现在有两个娘亲通我照顾，我欢喜就来不及了。这是你无法度体会。那是你钱多啦。你若是散车，我嘛要用食，人就嫌臭臭。你是讲完袂？我请你办的代志办了安怎？早就传好啊啦。是讲，我想无呢。你伫后边的草莓还是要创啥？我顶回哦，你目着去中毒了，到即马搁咧惊呢。放心，即摆你拢卖目，我来。啊是讲，你伫后尾是要创啥啦？我已经有两个亲娘了，继续，我就要来找一个新娘。